皇上，你放小婉出宫吧。小婉不属于皇宫，这实在不是小婉该待的地方。什么属不属于啊？小婉，这个地方属于我，也就属于你。这里是朕的家，也就是你的家。你呢？现在正好好休息，朕去趟御书房，冷静冷静，想一想你的事情，朕该怎么样告诉朕的皇额娘，然后朕再去趟慈宁宫给她请个安，很快回来看你。英格尔，奴才在，替朕好好照顾小婉。这，朕就来。姑姑，要不就算了吧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，奴才没有取得万岁爷的信任。皇帝真正信任的人，恐怕只有洪承畴和英格尔。这件事的底细，洪承畴一定知道，可是他竟然骗哀家。太后娘娘，议政大臣们正在议事，洪大人也在里面，要不要传洪大人来见太后娘娘？好，去。这还有件事要你去办。皇帝很快就要来慈宁宫跟哀家解释这件事，你跟皇帝说，让他晚上再来。哀家首先要好好的惩训洪承畴。英格尔，为什么要骗我？啊，扣扣，我骗你何事啊？你说皇公子，皇上他没有妻儿，老爹又走得早，自己当家做主，我们小姐来了肯定是做大。除了皇上有孩子这一条，其他的我没骗你啊。皇上岂止是一家之主，那是天下之主啊！你还狡辩？那妻子呢？皇上没有妻子吗？不知道有多少妻子整日跟在皇上屁股后面转悠呢。扣扣，皇上身边的女人不能叫妻子，那叫皇后、嫔妃、贵人、常在、答应。像我们这种人娶女人才叫妻子呢。呵，你还一套一套的，词儿都背好了。哎，扣扣，我跟你说过了吗？这是在宫里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你刚才说那些皇上妻子的话，又可以治你死罪。谁稀罕在这宫里待了？哎，这宫里有什么好玩的？规矩那么多，大家跪来跪去的，还这的，生人又烦。嘘，我们家小姐要是出宫，我也要跟着出宫。你说是吧，小姐？英格尔，你能想办法帮我们出宫吗？哎呀，东主子，您千万不能想着出宫，你要是出宫了，英格尔就是杀头的罪啊！东主子，其实您冷静下来，待上几日，就不会想出宫了。怎么会？因为皇上深爱东主子，东主子，您也舍不得皇上。其实有些话我不该说，您根本就不知道皇上对您的感情有多深。皇上说了，您可直呼他的名讳，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在宫里面，只有太后娘娘能叫皇上的名讳，皇后都不敢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就是因为我知道他对我的情，所以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主子，董小婉进宫了。
他果然是进宫了。不过主子尽可以放心，这个董小宛他是汉人，他在宫中是待不住的。他待得住待不住，这还不好说。况且皇上对他用情很深呢。皇后娘娘和所有的嫔妃们都会联起手来对付董小宛。方才皇后娘娘派人来请主子，就明说是要商议如何对付董小宛的呀。云儿，本宫的想法同他们是不一样的。本宫想和这个董小宛成为好姐妹。那主子岂不是要引火烧身吗？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和所有的嫔妃们该怎么看待主子呀？本宫善良，无害人之心，这一点后宫姐妹们有目共睹。本宫要和这个董小宛成为最好的姐妹，成为她在宫里的一个知音。到最后，皇上也会开心，是不是？啊，云儿明白了，主子真是英明啊！难怪你刚才会哭，英格尔，你们满人的奶娘是不是地位很高？正是这个原因，皇上才待你如此好。对，我们满人都把喂养自己长大的奶娘当成第二个额娘，认为吃一个奶娘的奶长大的孩子都是一奶同胞。虽然我的额娘去世早，可是皇上一直都把我当成家人，太后娘娘也特别疼我。英格尔，我在民间听说，太后娘娘是个十分厉害的人，宫中的很多大事都是她做决定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董主子，太后娘娘真的是非常厉害，平时她不轻易说什么，可一旦说了，那就是一言九鼎。董主子这会儿正跟应大人说话呢。知道了。刘公公到。刘公公，刘公公，刘二叔来了。哦，不对，假的。董主子，奴才……刘二叔，快起来！您千万别行此大礼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。刘公公，董主子还不太习惯宫中的礼节，您呢就免礼吧。董主子，扣扣，你们呢在江宁见到的刘二叔，其实啊是宫里的内务府总管，管着好些个人和事呢。刘二叔啊可是个大官儿。莫听英大人胡说，奴才只不过是个当差的。刘二叔，那您请坐吧。不能坐，这是规矩。董主子，您赶紧快坐吧。董主子，姐姐，这宫里规矩真多，这么大的官都不能做。扣扣，你不能叫姐姐，你应该叫主子，这是规矩。刘二叔，扣扣跟我这么多年，叫姐姐都叫惯了，这事儿您就别管她了。刘公公在慈宁宫受罚了吧？弄出这么大局面来，能不受罚吗？过去呀，奴才打嘴巴的时候，娘娘早就叫停了。可这回呀，公公，皇上已经去慈宁宫请安了，他一定会给太后娘娘解释这个事情。我已经传了娘娘的懿旨，叫皇上晚上再去。这会儿皇上啊，正在御书房处理紧急奏章，等完了再去慈宁宫。这会儿啊，洪大人正受训呢。啊！洪承畴，哀家看你年纪大了，
曾经下旨你可免了跪礼。你知道今日为何要你跪着说话吗？是因为董小宛进宫，臣有知情未报、隐瞒之罪啊。洪承畴，你该深知汉女进宫的利害关系，你竟敢知情不报！你要密报哀家，哀家便能阻止皇帝再去江南。皇上嘱托臣要严格保密，臣有罪，未能禀报太后娘娘。知情不报之罪，你担得起吗？皇帝此举势必危及大清江山，甚至危及他的地位。这一点，难道你这个议政大臣就没想过吗？老臣当然知道这里的厉害，老臣因此曾苦劝皇上，但皇上意志坚定，执意带董小宛进宫。皇上对这个董小宛用情很深，这些臣已经都看在了眼里。太后娘娘，皇上说他在江南与董小宛相识相爱，这完全是天意呀！胡说，一派胡言！这只是皇帝任性弄出来的天大难题。如今要做的，是要让皇帝清醒，要让那个董小宛滚出皇宫。各位王爷，原来我们想议的2件事，现如今同这个江南歌女董小宛的事相比，已经不足一议了。本王以为，我们应该一同去慈宁宫觐见太后娘娘，请太后娘娘严处此事，将那个汉女董小宛赶出宫去。几度啊，几度，这件事呢，你莫太冲动。太后娘娘定会严处此事的。方才刘光才不是将洪承畴传去慈宁宫了吗？我们议政会议现在要做的就是静观其变。要我说呀，这件事情洪承畴是罪魁祸首，皇上越来越轻汉，都是受他的影响。皇上竟然带一个汉女进宫，都是他轻汉思想所致。这件事情必须尽快的阻止，必须尽快让那个汉女出宫。本王赞同郑王爷的意见，先静观其变。若是太后娘娘不能迅速处理此事，那咱们议政会议要拿出老祖宗的家法，直接跟皇上交锋。别急，别急，事情还没到要动用祖宗家法的地步。皇上将风暴带进了皇宫，咱们圣明的皇太后定会平息风暴。如果要用祖宗家法来废帝，是万不得已、万般无奈的事啊。洪承畴，事情极其重大，哀家要对你重重警告。你必须对皇帝忠言直谏，助哀家妥善处理，度过皇帝带来的危机。你若再犯糊涂，鼓励皇帝，议政会议几位王公重臣会将你撕得粉碎，哀家都不能再袒护你了。臣曾经2次获得死罪之名，全靠太后娘娘出手相救。老臣这条性命，可以说是太后娘娘的恩赐，臣死不足惜。唯愿我大清江山
不要因为皇上同董小宛相爱之事，已陷入可怕的局面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说你骨头硬不怕死？反正你洪承畴没有儿女后人，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是这个意思吗？臣不敢呐。臣的意思是，皇上性格强直刚烈，而议政会议权力又甚大。如果此事处置不当，那皇上恐怕又失去帝位之余呀。更可怕的是，太后娘娘同皇上发生了冲突，皇上若一意孤行的话，就再无转圜的余地了。臣斗胆恳请太后娘娘，事情既已发生，需慢慢处理。如果现在将董小宛立即赶出皇宫，皇上那里一时还接受不了，所以太后娘娘不如先稳住议政会议，我们再想法子让董小宛自愿离宫。如果董小宛自愿离宫，恐怕是解决这次危机的最好的办法了。不愧是大学士，洪承畴就是洪承畴，同哀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。臣是觉得万分无奈，老臣说来也真是，这皇上还真从江南带回来一个汉女，听说啊，还是个戏园歌女。真是个贱人，这般不知廉耻，竟然狐媚了大清的皇帝。但还别说，这还真是一件稀奇事儿。皇上对咱们兴趣不大，那只能说明那个江南的歌女更懂得一些媚地之术。不过我就想不明白了，这个董小宛，难不成还是个仙女啊？要说美貌，咱们是一个赛比一个。要说这娘家的尊贵，那更是一个赛比一个呀。这皇上怎么就铁了心不顾大计，非要带董主子吉祥，奴才给主子请安。董主子，这是鹰统领临时给您安置了几个人伺候您，人若不够，等奴才请了旨，再给您安排几个公公侍女。可我哪需要这么多人伺候啊？我有扣扣一个人就够了。刘公公，先快让他们起来吧。快谢过董主子。谢过董主子。董主子，您说笑了。不过宫里安置几个人伺候，咱们这样做，也是替皇额娘分忧尽孝。这个董小宛，定是让皇额娘头痛之极。娘娘，依臣妾看，这事儿恐怕只有最得皇上恩宠的兰贵妃去劝皇上，方能得以最佳效果。也不知道兰贵妃敢不敢、愿不愿意替姐妹们出头啊？娘娘，本宫深知这个董小宛对咱们的威胁有多大。本宫愿意冒着惹怒皇上的危险，也要让那董小宛清楚地知道形势，乖乖地自己滚出宫去。
不过，本宫在去南院教训董小宛之前，得先去慈宁宫探明皇额娘的旨意，且要到皇上不在宫里之时去，方才可以。可这两样都是现成的，还有必要到皇额娘那儿去探问吗？不过探探也是好的。至于皇上出宫，按照宫中的规矩，后天皇上要去京郊视察民情5日，去皇家猎场，狩猎3日，还要去永平城检阅2黄旗2日，这前后后加在一起，一共10日。相信以灵珠妹妹的聪明厉害，定能让这个汉女明白在宫中生不如死，让她乖乖的自己逃出宫去。皇后娘娘与本宫姐妹相称，灵珠知足了。本宫定会不辱使命，在这10日之内将那董小宛逐出宫去。好。小婉，那朕现在去给皇额娘请安，完了事再过来看你。是。小婉，朕今天晚上想住你这儿。不行，皇上不能住小婉这儿。董主子，皇上想住哪位嫔妃的宫里，那是极大的恩宠，嫔妃是绝对不能。小婉现在还不是后宫的嫔妃，所以她也不会受后宫的任何约束。这。你就真的不想让朕住在你这儿？真的这么狠心赶朕走啊？小婉不是狠心要赶皇上，小婉现在心实在是太乱了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皇上。而且小婉知道，皇上现在的压力是极大的，所以小婉更不能留皇上住在小婉这儿，那样会给皇上带来更多非议。你是在为朕考虑。好，这么说，朕心里舒服多了。皇上快去给太后娘娘请安吧，别让太后娘娘久等。然后皇上也别再过来了，小婉累了，想早点歇着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朕再过来看你。姐姐，我们是不是也要跪送皇上，也要遮啊？扣扣，朕免了你家小姐跟你这个淘气丫头的礼。宫中的规矩很多，以后你们慢慢学吧。哦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朕会派洪大人过来看你，他在江南担任过几年的总督，此人一定听说过。皇上说的可是洪承畴洪大人？小婉在江宁时就听说过洪大人，洪大人在江南的官声是极好的。这么说来，你与洪大人一定会相谈甚欢的。皇娘，儿子把小婉带进宫，真的是爱她至深。可以说，儿子真的是第一次真正的爱上一个女人，所以才瞒着皇额娘做下此事。今日，儿子向皇额娘来请罪，儿子求皇额娘宽恕。皇帝真是敢作敢为呀，一下就带一个汉人女子进宫。董小宛进宫，将会引发什么山崩海啸？皇帝你就没想过吗？儿子想过，儿子岂能不想啊？儿子想把小婉带进宫之前，先把她安置宫外，慢慢再跟皇额娘说，再让朝廷知道。可儿子路过皇宫的时候，心里突然腾起一股怒火。儿子是大清皇帝，儿子的女人为什么要躲躲藏藏不敢见人？所以儿子临时决定
将董小宛带回宫。皇帝这股怒火会引发可怕的灾难，议政大臣他们一定会来要求将董小宛立刻送出宫。他们来找过皇娘了？暂时还没来，因为对额娘的信任，知道额娘一定不会容许这件事。倘若额娘纵容这件事，他们一定会动用祖宗家法废除你的地位。额娘真是万分惊异，皇帝带董小宛进宫，就没有想过这一切。皇后娘，儿子当然想过。若议政会议想用祖宗家法来定儿子罪，那9位议政大臣必须要全票通过，少1票都不成。而就洪承畴这一票，他们便过不去。洪承畴这票，他们大可以找个理由撤掉洪承畴这个议政大臣。额娘告诉你，就凭皇帝带董小宛进宫，洪承畴知情不报，额娘就可将他问罪，撤掉他的议政大臣之位。真像是做梦一样，皇公子竟然是皇上。姐姐最擅长唱的曲子是《长恨歌》，在怡清园唱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姐姐今天自己就要上演这《长恨歌》了。不会不会，姐姐怎么会上演《长恨歌》呢？同姐姐相爱的人是皇上，是天子。这宫里面，谁见了都要下跪请安，三呼万岁。这天底下，谁敢惹皇上啊？这天底下谁敢惹皇上？那唐玄宗不是皇上吗？唐玄宗不还是把杨贵妃交了出来，让她死无葬身之地了吗？那怎么能跟姐姐比呢？那个什么唐玄宗能跟咱们大清皇帝比吗？唐玄宗同杨贵妃的情感，又怎么能同姐姐跟皇公子的情感相比呢？姐姐为了皇公子已经不顾一切了。扣扣看呐，皇上对姐姐更是要杀退一切敢于阻挠之人呢。姐姐也愿意相信，姐姐和皇公子的感情是坚不可摧的。皇后娘真要治洪承畴的罪，拿掉他议政大臣之位？额娘还不会这么做。额娘只是提醒皇帝这件事的严重性。郑王爷问起，洪承畴可以不承认他知情，议政会议那边都暂时不能拿他怎么样。但倘若皇帝执意要将董小宛留在宫中，甚至赐予他一个名分，额娘估计郑王爷、索尼、鳌拜他们会拿洪承畴开刀，撤掉皇帝最信任、最器重的人。那便意味着你们也将朕这个皇帝赶下帝位。福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、这样想？为了一个女人？不是，这不是为了一个女人的事。皇后娘，儿子亲政以来，一直想做一个好的大清皇帝，开创一代盛世。儿子说这话，绝不是一时的气话，也不是荤话。皇后娘，儿子是皇。可可知道，太后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难道他连他儿子最爱的女人都容不下？容不下，容不下的不仅太后娘娘容不下，这朝臣里的满蒙大臣也容不下小婉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些满蒙大臣还有可能因为董小婉这件事来废除皇上的地位。姐姐，
皇上同姐姐相爱，竟然会危及到皇上的地位。是啊，所以你说姐姐怎么留在宫中？哪怕姐姐最爱的是皇公子，姐姐也不能留在这宫中。皇公子是皇上，还是一个不能乾纲独断的皇上，小婉该怎么办？姐姐得想个办法。姐姐绝对不能给皇上带来一点点麻烦，要趁皇上不在时逃出宫。皇帝若执意要留这个女人在宫中，那皇帝就要答应额娘3个条件。皇后娘，请说。董小宛的住处，皇帝在一段时日内都不能换，不能动。董小宛就在不是嫔妃所居的南苑临时安憩，这样可以缓和一点矛盾。第二，皇帝不能突然赐封董小宛名分。皇后娘，儿子不能答应您这个要求。儿子可以答应董小宛暂住南苑，但绝不可能一辈子不给她名分。皇帝就是性子急躁，额娘说的是不能突然赐封。皇帝要赐封的话，先同额娘商量，赐封的名分也应是在答应的范围之内。行，这个以后儿子会跟皇后娘商量，好吗？